是的，我的也是我吃的，生活吃的天排起这个路的社区就得有了行个，提提苦了嘞，没解讲是的，生活吃好个的，生活吃的，沙丘，有了沙丘就，你们路就那个社区就得，这路沙丘就得路社区就得可是没讲是的，有了话讲个，人我自己管的，生活嘛吃个。日民啊，嘛就排职嘛就考官反正。日民的你就有的可了。哦，搞有了话让搞有了话让讲，这人我自己管讲，就是个旅游嘛管的嘞，两个人过来管的讲。对生活自己，生活自己这人有些个了，我讲生活吃点。他们吃过来生活吃的，他咋吃过来？生活吃的什么当点吃？哦，日子里哪几年？啊，是日子里的这个比咱女是生活吃好是吧？日子里是比咱女晚点。日子里快来了，我们只说是因为讲解只些个体育课的搞过。日子里嘛是之前的。之前他打。拿来生活吃的啦，快来天有口讲解吃一口咖喱边是啦，我都烧里边个人有办。快来天的么子什么的，但是我当讲解吃还吃的嘞。讲刚才你那这个是日子他那一口咖喱就是当时的。那快来天有口里个快来吃光，快来一天日刚有口咖喱那，快来一口咖喱边是那些那。可是个一块还是人民币比吃个啦，人民币。可是个渔民个的，他们可是天个的可是。个渔民个提不啦哈，叫我啥说的嘞？体育个的就是这个的。体育课个的就是那面只说的耍不的，可是个有课个是哦，个人个的吃过我吃过了不的可能。可是个不一边。个个的就是的过来就是俺意思的苏打的，日子他的。日子他了就是。日子他了，可能个个的样子。个可能个里边是，说里边都是我就要办研把我说回里边是那可不办我里吃过这件事，我生活吃的。这个生活吃比咱嘛叫的干嘛叫？那个么说是生活吃，说个他们生活吃个快点天了。那就不能哈散了。说的叫可知道说的，我知道说的别过来。什么大都知道说的。什么大的，说还是说比赛这个比赛。什么大都知道说。说比赛这个说话这个。这个在那考这个咱们几次了？可说比赛这个名的强子都从头嘛。哦。这哈，比赛这个名俺们啥这个跟那比嘛跟那个，介绍那个是。生活知识的话，我是过没强比赛。生活知识的，你讲是。什么大都知道比赛没啊？哦。你们吃什？上啊，茶吧。上啊茶吧，上啊茶吧，几度比好是的。就说几度出呢？几度买的啦？都买的什么的一口就丢。给我把你比掉。丢买的啦？丢买的不记。出去了后打比打，我过几天的起码个了，哎呀，明天的比嘛个打你过嘛个。出去了我说买的打比赛呀？买的啦？的肉不比赛，图纳不比赛图纳买的。提的去。图纳比你个这个嘛就了。明天比昨天我嘛个得比嘛个。OK。第一次去这嘛的是。图纳比个比咋了？但那这边比考嘛这个就是有乱工。咱们几个人说明说了个好听几个人，个后面个几嘛个，你不管看说的，你只说了自己给的几次，好听他们的几次。
我们比这么些吃力。这个见面是的是，这个是他妈的刚是那乱公司的出来的他妈的，这个我这个那么的是面就买米切这个他们到那边是的，妈这个是没有了的，没有了，这个是的，那见面是你们，个突然比你的干嘛了呢？是中国中国时代没？咱比的比啥比的，么人多讲人了，是么是说个个是牛么样，昨天一样。说个是什么大道理是的呀？说个什么大道理？看咱说啊，能说个的样，我看咱都看咱都那天看咱。那是都中国时代了，中国时那什么大道理？这个是的嘞。什么大道理中国时代了？什么大道理呢？中国时代，咱那些说，你这米去比我们呀，说个呀，都一样么了，我们我要不然说了的，人家一样过来，什么吃了的天那说话干，过来一天，这个一块的干里边干，哈说，也把我说话里边那嘞。米的么米可以河里边噻。说好了，过了一知道，你的嘞，买的嘞。这都按说中。哦，这个，意思是那中国词里我把说了，我听不是呢。这里啦，就他个中国词我是带了的，他个。那说日子了，咱们啦，里边啦，这我就把讲嘛，说过来不过就去。国土的到底是国土的中国词我是带了，实际上我们哪里那个什么大道理的，可能这个蓝色是姐最可以干啥，那要不然把里边说。是他中国词是那种白说呀，是吧？有的话我是的中国词有，有的嘛讲我是中国词嘛。有的话是词是嘛个词嘛。是了。个什么大道理的，姐从哪去干？这个里边说，米花。